空气落南，今仔日上低温伫云林高溪，敢若6度7，阿里山新民游乐区下早也落雪。屏东内埔大楼导火烧，有4个人受伤，住户表示，敢若有听到母仔囝冤家的声音，实际原因要爱调查。政企失事领议论，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防范以3月进前会交会自动防禦系统，希望明年会当完成。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7日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也有辐射冷却的影响，今仔日透早上低温呢是出现伫云林的高溪，敢若6度7，若海拔2000多公尺高的这阿里山新民游乐区，伫下晡9点的时阵，是有民众翕到这落雪的情形。阿里山气象站是表示讲，离顶一届这阿里山落雪已经有8冬的时间啦，是因为这低温，佮加上水汽有较侪，才互阿里山佮再落雪。早起8点外，阿里山主山车站外口落着雪甲米雪。阿里山气象站指出，早时的温度只有2度左右，佮加上水汽的配合，互阿里山包括主山车站较下遮的所在，难得出现落雪的天气。在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的柱山车站，大概8点50分的时候，气温2度，那有下了大概5到10分钟的雪。那因为现在白天随着气温上升，现在气温大概是3度，现在是在下冰线的状态。阿里山气象站表示，即届落雪区域无大，时间嘛无长，所以园区内底较侪是着沙巴雨，也是着米雪。这嘛是自2018以来，阿里山阁再次出现落雪的画面。查过之后是2018年1月10号，是最近一次的降雪这样子。因为今天的水汽是条件是比较充足的，然后天气也就是比较是转阴有雨的状况，所以虽然地面温度是大概是摄氏2度左右。气象站嘛指出，敢会阁落雪，爱看山路的温度甲水汽，嘛是因为低温的关系，山顶早时的路面可能会因为担心有结冰的状况，民众若要入山山区，爱注意个人的保暖甲行车的安全。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高雄市台东病院的经营权呢，去年是由中家病院来接手，也毋过这一冬以来呢，所直直传出因为薪水甲福利是无照聘照行，骹手无够，工课阁做袂起，所以逐个月呢，拢有人来辞职。到去年的10月，已经有105个医护人员辞职去啊。今仔日早起呢，这台东病院的工会是有上百人去到市政府来进行抗议，要求市政府主持公道。陈其迈，开出来！陈其迈，开出来！大社发市长当期卖出来主持公道，高雄台东病院工会车牌带上百几个医护人员来到市府大门口进行抗议。工会表示，台东病院去年1月7日换中家病院来接手经营，当初讲留落来的人薪水福利、劳动条件拢会比进前搁较好，不过全部跳票，若薪水奖金拍折，一个人搁爱做几个人的工课。到去年10月为止，已经有105个人离职。这些数字不只是数字，它代表的是医疗量能的下降。有一个病人来申请病历，我问他说：“你申请病历要做什么？”他说他一直等不到住院通知。我光年薪就比去年高一他给我薪水总计我从计后少了15万。我的工作量跟我的付出根本不足以用这个薪水来比拟，因为我一个人做了好几人份的工作，但是迟迟都请不到员工，争不到人。代志愈做愈多，薪水却愈领愈少。针对台东工会所讲的种种指控，中家病院发声明回应，所有管理制度拢合法合规，这指控拢无事实的依据，将会保留法律追诉权。市府方面，由副秘书长王启川接下定情师，针对工会诉求，卫生局表示，初步了解，中家病院拢有照合约在行。依条文、依合约，我们逐一检视。那我们大概初步的认定在整个的保障的这个义务上面呢是有符合的。在咧接定情师的过程，工会人员因为不满市府无互因明确的回应，双方一句来一句去，愈讲愈无欢喜，加在无发生更较大的冲突。医护人员带袂牢，直接影响到的就是病院的医疗品质。大家希望代志会当顺利解决，唔通影响到民众的就医权利。记者柯家族超用高永昌报道。同款是伫咧高雄来看，这环保局呢是有5个清洁队员，伊是趁这休困的时阵去探外路啊，而且是驶这公务用的饼糕仔车去到餐厅，是讲邻家厝替人咧摒扫。这环保局发现了后呢，是依送检调侦办，检方是初6的时阵有来约谈涉案的人员，照3万到8万互因交保，也会继续调查敢有贪污的情形。
抽水管侵入排水沟，甲涂埋这垃圾抽出来。环保局的清沟车主要是用伫清理排水沟和下水道的管线，但是高雄所传出有清洁队员伫休假的时阵，使清沟车去餐厅还是民家厝清私人的油污，大概收几千块的作业费，还是替熟悉的人免治病。主动移请检调侦办，环保局亦配合调查侦办。本事件发生后，环保局已加强公务车辆管制，并持续加强进行员工法治教育训练及廉政意识，避免触法。5个清洁队员伫民国109年到111年间，使清沟车去趁私人清洁的钱。环保局伫111年12月查到，移送检调侦办，经过长期的搜证，检方伫查6约谈涉案的人员。他们做出来的违法的事情，是他们自己要去对他们的行为去负法律的责任啊。民众嘛感觉公器使用是有问题，餐饮业者私底下讲线是炸油做，差不多1-2个月会请人来拼一摆，继续看油的状况伫6000到12000，毛便当店拢是家己咧拼。阮的小弟逐工请，毋过阮拢会头正10天，也是头半个月。人咧甲阮请的人大概会来请。5个清洁队员是讲用公务车去趁家己的钱，先后以3万到8万来交保。检方照涉贪污罪嫌，持续调查厘清。环保局嘛召开即工考核会，会对因做行政定处。记者综合报道。在台南市安南区的城西掩埋场油膏传出火灾啊，初步判断的是甲天气有关系。也毋过，这火灾已经是要一冬来第4届发生啊，互居民的是困扰油膏无奈。也那台南市环保局是表示讲，目前会24点钟拢去巡查，同时甲这粪扫看护好，减少火灾扩大风险。警消人员伫边仔警戒大批火气物也一直冲烟，也过好加在这波的导火点是伫坎头的掩埋面表站。研判是因为最近天气干燥，长时间对地翕热刷烧起来。巡检员发现了后，随通报几点钟来将火拍花。也过加上这摆导火已经是1年来台南城西掩埋场的第4摆火警，一直导火烧起来，互附近的居民真无奈。有烧大的、烧小的啊，有那些烧几10工的啊。粪扫味足重，你是透北风啊，阮才所品袂得啊，你也爱到热人透西南风较会。因为晨曦焚化炉在地方其实已经影响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那这个火灾不断，又让大家的身家财产甚至生命都受到威胁。不要每次说会提供监督，结果后来还是一再的火灾城西掩埋场去年3月21，3期掩埋场区着火，10月15，2期掩埋场火警，11月30，2期场区佫发生大火，今年1月15，2期场佫一摆烧起来。民代要求及时监控降温，若有人员甲设备不足的问题，爱随提出佫改正。对此，台南市环保局表示，24点钟人员巡查者，发现各样的情形，会随通报环保局甲消防局来处理。我们目前已经装设这个摄影镜头，那搭配人员的巡检，那后续呢，我们会再结合 AI 辨识的系统，那希望能够补足人力巡查的不足，来预防后续掩埋场再次着火的情形。另外，环保局也继续办理捅出来粪扫勘图作业，降低粪扫直接暴露伫外界环境，呼吁落实粪扫分类，避免危险物品淋入掩埋场。同时，城西焚化精神路有计3月底试运转，到时阵山顶粪扫掩埋场即卖粪扫渐渐转互焚化炉来处理，会当有效增加气化的速度。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同款是环境的议题来关心的是，这彰化县的环保局呢是来公布去年声音翕相科技这块的成果。其中，这园林区山卡路呢是开出179张罚单，这是县内上界侪。环保局表示讲，这个所在呢是通第一线的大通路，也有139县道，违规的情形有影是加较严重，所以未来会继续加强处理。车驶伫路的雄雄加速，油门吹落去，延档讲轰叫，声音有101.2分贝。这台重型机车经过8架路段，声音嘛有104.4分贝。违规的行为全拢互声音翕相机翕落来。彰化县环保局公布去年声音翕相机科技执法成果，其中园林市山卡路罚单开上侪，附近居民嘛讲，半暝定定互改装车行精神。乌多摆改装车改到安尼。我足吵的，比如讲超1公里远开始，我都听到这些声，那就过安尼。
机车、货车还有改装，几乎都改装车比较多啦。以前学生也有差，学生比较多的时候，也就是这样子来来去去。学生的机车改装比较有速度都蛮快的。根据中华县环保局的统计，去年全县噪音处地第1名的是员林市山脚路，计共开出179张罚单；第2名是员林大道，第3名是分园的139管道，拢是车流量侪的车路。高噪音车辆数最多的一个地方呢，是在本县的一个园林的一个三角路。那它主要呢，是因为它是平行我们的中山路的一个台一线，就是有衔接我们彰化县的一个139县道。那因为我们园林呢，本来车辆数就很多，所以其实它就是造成我们车辆数最多的一个地方。中华县环保局表示，除了跑车、重型机车，其实违规处地有不少是小货车、轿车加机车改装的。目前县内有12个固定式甲3个移动式设备，今年嘛会阁增加3套移动式的声音翕相设备，强化对噪音车的机动处理。记者杨淑静中华报道。来关心这台股今仔日开盘是大震动上低呢，来到30268点。嘛，因为台积电是今仔日来分利息，佮加上这外资其实有70%的持股的比例，所以台票恐惊是有半价压力。目前这换美金是来到31.6。今仔日台股呢上低是来到30268点，这是破166点。台积电是升到1700块，嘛，因为这台积电呢今仔日是分现金的股利，一股是会当摕到5块，所以台票是有半价压力的。今仔日换美金这汇率呢其实无介好，来到31.6，也那中央银行是表示会继续来关注。这诈骗的共犯去到 ATM 的领钱的时阵呢，步兵来讲，拢会包甲安尼袂认得。警政署是建议这金管会呢，互人伫咧领 ATM 的时阵是袂使挂喙暗的。目前是会先用这警示音来提醒民众，甲喙暗甲帽仔甲留落来。过去真侪车手伫 ATM 头领现金的时阵，拢会挂喙暗或者是戴帽仔，避免面互镜头翕到，安尼罪犯也增加查缉的难度。传出警政署建议推动民众用 ATM 的时阵爱露出面部。因为露出完整五官，请脱帽、口罩，拿下太阳。为了阻诈抓车手，现在戴口罩和戴安全帽，到底能不能在 ATM 提领现金，也成为讨论话题。不好，没有必要这样。因为现在戴了口罩、戴了安全帽进去，就觉得不安全。那我们在那个地方也会觉得是不是有什么目的，所以我认同。这对整个治安也是有好处啦，因为它破案也比较容易。实际到银行 ATM， 发现你若是挂喙暗到 ATM 领现金，就会出现警示音，提醒你会露出面部。不过即摆制度是，就算你挂喙暗，或者是安全帽，还是会领现金。传出银行业者表示，若民众是伫便 ATM 领现金，甚至民众为防止病毒感染，拢会挂喙暗。硬要民众将喙暗摕来才用领，恐怕引起扰民的疑虑。例如说，他可能因为疾病或者是伤残，那他的人脸辨识不过。那他是不是就没有办法领钱？那这可能会影响到客户的权益。那一方面也是，就是像这样子的状况，可能客户就会变成是跑来银行去做申诉。那其实对于行员来说，会压力蛮大，是他可能业务很大一部分就变成是他要去回复这些客诉、处理这些客诉。会增加这个脱下口罩或是安全帽这样的提醒。那大家也会再观察一下后续事情的情况，不会到强制说戴口罩就不能领，对不对？对对。为避免强制提喙暗落来，只能到 ATM 领现金引起民怨，警方会建议用妈妈来方式，由警政署提供银行名单，成为车手领现金的 ATM 热点，形成面部辨识。同时鼓励银行加装 ATM 面部辨识系统，发挥警示功能。记者综合报道。根据这国际劳工组织资料库的这个资料来显示呢，台湾的劳工其实平均一礼拜是上班差不多是39点钟，这是排54名，比日本甲南韩要阁较济。劳工团体是批评讲，亲像一寡制造业等等呢，就是因为薪水低，所以才会用加班来增加收入，政府应该就要去关心。人客退房，工作人员随来整理。无时间通休困，工作无轻松，尤其是旅游大家更加是真无闲。不过，台湾劳工工时不是用批评伤长，也用工作时过劳指导。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资料显示，2024年台湾红车人平均年工时是2030点钟，平均一礼拜工时是39.05点钟。伫99个国家甲区域内底排名是第54名，这时数比邻近的韩国甲日本较悬，尤其是日本一礼拜工时也无到32点钟。台湾因为部分工时的那个劳工人数占比就3%到10%，比例比较低，所以我们跟全时的劳工的工时平均数就相对高一点。劳动部讲，台湾的全职员工比例比日本、韩国较悬，像是日本的部分工时员工就有3成，造成台湾的一礼拜工时呈现较悬的情形。不过，劳团认为讲，若是扣除部分工时的部分，台湾劳工的工时也是真悬，像是部分制造业者薪水较低，造成劳工想要去加班来增加收入。即使我们扣掉这个部分工时的这个人数之后，我们的这个平均的工时其实仍然高达了41个小时，所以整体上来讲还是一个比较偏高的一个状况。我们的部分工时长期以来都缺乏相关的这个保障。统计一礼拜工时比60点钟较少的行业，亲像职员服务业的保全、清洁服务，也是批发甲零售业、旅宿甲餐饮业，也有医疗相关的工作，像护理师，拢包括在内。不过，像因为 AI 产业形成和电子零组件的从业劳工加班的时间是大大增加。根据主计总处统计，去年10月加班也超过30点钟，创下超过45年来新高的纪录。学者认为讲，这会造成有关制造业平均的工时。加班时数高达30个小时，或是更多一些，但是它还是我们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当然，也凸显出来电子科技的产业那个工作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需要。对着台湾工时的情况，劳动部讲确实也有改善的所在，像是上架工资，近10年来拢有调升，并且立法保障，这拢是改善的做法之一。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天啊，毋但这台湾官司是，就连欧洲呢嘛，同款受到强烈极地冷空气的影响，包括着这英国甲匈牙利等等呢，即嘛是拢咧落大雪。另外，这荷兰的斯基普机场呢，嘛是因为即雪来取消超过800个航班。另外，某部分所在呢，是因为落大雨做大水，居民赶紧撤离。欧洲上届无用的航空站之一阿姆斯特丹斯基普机场，互大雪砍掉咧，变做白茫茫的世界。机场1月7宣布数百个航班取消，内底旅客客家地点，有人等甲伤忝，直接困伫咧涂骹。机场也赶紧设数百张行军床，也提供早顿。I've got to fly today to Düsseldorf, and then they told me it was cancelled. I have to fly to Paris, and they told me it's cancelled. Come from the train, and they told me there's no train. It's the third day today because I've been here since Sunday night. Horrible, to be honest. 除了航空、公路交通同款真热力，卡车伫咧高速公路打出去，吐西车速度真慢，荷兰公路差不多踏要700公里。也若伫咧苏格兰北部阿匹丁郡，甲即场大雪宣告是重大事件，学校甲托儿所连续3天拢停课。Some of the main roads have been fairly difficult. Some of the side roads have been almost impassable. We get as far as we can, and then it means you might have to walk for a little bit to try and assist people who need your help. 欧洲中部国家匈牙利即雪是即几冬来上高的，动物园内底北极熊耍甲真欢喜，布达佩斯居民也欢喜出门咧耍雪。也毋过，即场强烈极地冷空气对巴尔干半岛带来大冲击。波斯尼亚甲赫塞哥维那首都塞拉耶夫通报过去48点钟落雪70公分，市区的交通咧要停去。Our hands are freezing. I wasn't expecting it to be so high. 极地冷空气落南，搁落大水雨，蒙特内哥罗有人因为大水退离。目前冷气团也未登河，或者是高雷地的风暴会侵袭英格兰南部。当局继续发布第2高等级的感冒式警戒。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南韩的总统李在明上任了后呢，是头一届正式去中国来见习近平。双方伫经济甲科技方面呢是签真侪合作协议，拍算要来化解这中国长期限制甲南韩交流的禁令。另外，这李在明呢，还有请求中国为两韩问题来做公亲。南韩总统李在明去到北京了后，初六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共同见证15项合作文件的签署，包括科技创新、贸易甲环境保护。南韩媒体观察，李在明这届有骨力咧修复双边的信任，想要化解长期影响南韩文化甲旅游业的限韩令。李在明初7来到上海参加中韩创新创业论坛，也佮甲中国机器人握手。伫记者会，伊对双边解决无共意见的进度表示乐观。 이번 방중은 생각보다 더 많은 진전들이 있었던 것 같습니다.
교감도 많이 이루어졌던 것 같고 또 여러 예를 들면 대립할 수 있는 사안들에 대해서도 아주 원만하게 해소할 수 있는 길을 찾아냈던 것 같습니다. 针对愈来愈紧张的朝鲜半岛的局势，李在明甲中国提出要求，希望北京会当发挥区域大国的影响力，推动甲平壤之间的和平通信。虽然北韩伫李在明去访问迄天，搁在试射飞弹，不过李在明强调，南韩长期尾拢是甲对话大门拍互开。针对首尔的呼吁，习近平是予伊肯定，不过同时嘛提醒解决朝鲜半岛的问题需要真有耐心。 중재 역할을 좀 중재자 역할을 평화의 중재자 역할을 좀 해주면 좋겠다 이렇게 얘기했습니다. 시 주석께서는 지금까지 노력을 평가하고 인내심을 가질 필요가 있다 이런 얘기를 했습니다. 除了严肃的政治议题，李在明也算软外交。伫社群媒体分享伊甲习近平红包的自翕的相片。李在明表示，这张相片是用习近平去年送的小米的手机啊翕的，展现双方个人的交情甲互信。除了南韩积极修补甲中国的关系，加拿大总理卡尼嘛要伫13访问中国，这是加国领导人伫2017年了后，让高登搁再访问中国，显示伫美国贸易政策的无确定性之下，各国甲中国经贸甲外交的关系当咧出现一寡变化。公司新闻陈伟玲、吴基昌编译。另外来看，这叙利亚北部的城市阿勒颇呢，是因为政府军甲库德族武装分子受激烈的冲突，目前上无是有11人死亡，也有4万外人已经走离开家园啊。根据了解，目前这美国呢已经出兵插手要来讲和。 几60个家庭伫阿勒颇的一个清真寺避难，有人摕简单的行李离开。叙利亚阿勒颇冲突进入第2天，政府军甲库德族领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伫2个库德族村发生激烈的攻击甲枪战，造成叙利亚民主力量控制区甲政府控制区拢有死伤，拢讲对方爱对这件暴力事件负责。 为切拉交战甲打，规个城市已经有几万百姓都离开家园。政府军开人道走廊，测试中道进前有850人为这个管道撤离。暗时累计超过45000人无厝通住，大部分往西北城市阿夫林的方向去。阿勒颇机场、高速公路拢关起来，市中心嘛袂行哩。叙利亚哈萨卡省几6000个库德族人上街头抗议，声援2村的居民。 ونقاشخانه وملتي وان تاخاد جيان دكن ليش عم بتصير هالتفرقه؟ ليش العنصريه؟ ليش؟ 叙利亚官员当拍拼推出一项叫做解决叙利亚严重分裂问题的协议。这个协议按算甲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力量加强政府整合。叙利亚民主力量无愿意放弃第14年的战争所赢的自治权，也有伊斯兰国的加石油资源。前总统阿塞德倒台1年外，甲单叙利亚的局势也是真乱。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 当来看咱国内这今仔日透早5点外的时阵，伫屏东的内部有一栋大楼着火烧。这着火的地点就伫2楼，有4个人受伤，其中有1个人呢是失去性命现象，也毋过送病医了后顺利有甲救回来。这附近的住户是表示讲，敢若是有听到这母仔囝冤家的声音，也毋过实际的原因还阁需要调查。 几来位大楼的住户走出来徛伫路边，看消防人员出入无用拍火。对大楼另一个角度看，消防人员也未到进前，就有民众有水管咧斗救火。涂骹阁看会到火咧熄的反光，可见火烧未细。住伫这搭社区的其他住户拢表示，早起互管理员的广播插秧，就赶紧撞出来。好在消防队真紧就把火拍花。其实也不确定到底是怎么发生火灾，然后其他住户就说，我听到里面在吵架。 5点40、5点45就听到一直在广播火灾，下来的时候全部都已经人都已经全部都在下面了。赶紧下楼啊！哦，然后嘞？然后就跑出外面啦。啊，那你们知道是为什么会引发火灾的吗？哦，不知道，反正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哎呀，说有听到有些猪说有听到争吵的声音。没有。 这场火警是发生伫早起5点外，屏东内埔光明路这栋大楼，对2楼一户传出火烧，这户住一对母仔囝，71年厝的查某囝互大烟砸到，一度失去心跳，送病院了后有恢复意识，转到家户病房观察。妈妈伤势较轻，
火势伫6:21拍花，火调的人员嘛随后进入现场调查。那个你要去躲到浴室，就在因为消防队去拉出来，就是在浴室，消防队送过去就是有呛伤这样。在起火后救出一名意识模糊女性民众，约43岁，有轻微生命征象，送往国人医院抢救，共计疏散民众43人。因为有住户讲，敢若有听到这对母仔囝冤家，最惊是放火烧，影响到大楼民众的生命安全。不过警方到现场了解，表示暂时无听到有冤家的情况，实际起火原因，阁要等监视人员调查。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民进党团有来提出强化民主投票的促进法的草案，主张要透过交通的补助，还有投票日前一天放假，让民众会当较方便去投票。有学者是真认同这民进党版本的草案，不过嘛有人认为讲这无在这个投票才会当真正来解决问题。逐摆若甲选举，就坐伫咧外地做事的选民开始考虑，敢要买车票，登去互即地投票。为着要增加投票意愿，民进党团也推出强化民主投票促进法草案，当中包括放民主假、提供交通补助等等。有人提出了什么不在籍投票，有人提出了多放一天假，哪一个解方比较早啊？我先举个例，台湾的纸本投票多厉害啊！我们可以在6个小时内清点纸本投票。而且长期的累积的信任，还有公开唱票，你去哪个国家的选举可以看到这个制度？针对这个草案，立法院拜四也举办公听会，学者意见分两派，一款是希望会当参考美国式无在籍投票，让少年人利用 AI 投票，若无补助车主或者是放假，拢会增加国家的预算。不在籍投票跟通讯投票，这是未来的趋势哈。因需要一个较简单的方法来投票，咱当然号称是一个较好的软体的国家，咱做袂到。不过，有学者认为，无在籍投票恐惊会影响投票秘密的维护，而且增加监视选举，或者是讲做票的风险。学者赞成伫投票前一天放假，增加选民登记户籍地的意愿。如果我们在台北投票，然后投的是屏东，那你要怎么样把这个选票运过去？那如果你在台北开，就会有一个秘密投票的问题。意思是说，如果我今天在我的这个选区，只有我一个人投了某一个里、某一个村里的这个选票，那票开出来，是不是就知道大家要知道是这个是我投的？对此，中选会是表示，台湾选区真多，拢总有76种无同的选举票。针对无在籍投票，态度较保守，因为若是使用无在籍投票，作业的程序较复杂，安全性也无悬，需要慎重考虑。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道。来关心空军这桩意外事故，这飞官新北机呢是西 F-12V 的战机，不过煞伫花莲的外海来失踪去。总统赖清德是表示讲，这搜救行动会继续，希望大家为飞官来祈祷。另外，针对着外界来批评讲，这 F-12V 防寒衣甲自动防狼的系统拢无到位。国防部长郭立雄是表示讲，这防寒衣呢是预计伫3月进前就会交货，那自动防狼的系统，希望明年就会当完成。在报名海巡守护舰依然在花莲外海克服真歹海上，继续调查失联 F-12V 飞官新北机。花莲海巡队用相应编制进行联合敲吹，花莲舰设备透早也被看到准备出港，AK-14海票。海巡人员沿河边继续敲吹，通讯车伫边太平，飞官新北机进前3 F-12V 意外失事。总统大清德高度关心，强调国军海巡游员全力搜救。我非常希望我们全国人民都能够为辛伯义上尉集气，我们也祈祷他能够平安归来。海军派出30架无人机、2架无人机，海军甲海巡总共22架舰艇，陆上180官兵投入搜救。针对新北机反映 F-12V 进步电脑 MMC 故障，国防部长郭立雄亲身回应。在114年1月开始，这样子的一个软体的一个稳定的状态，因为经过软体升级之后，这个 MMC 的一个已经呈现一个稳定状态了。F-12V 的相关装备包含防寒衫、自动防浪地系统，被质疑完无到位。郭立雄承认去年军购防寒衫，按照去年3月进前全部交货，自动防浪地系统类比整合算会按延改，要拼明年全部验证。议会咧问买66架 F-12V 新机的进度。
到1月7号为止，成生产线在线组装已经有56架，那这个有46架的单座机跟10架的双座机。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上半年如何呢？那我们现在就是要看它第一架整个的测试。F-16失事空军下令执行天安体检，外界烦恼中共会加大绕台日头，强硬影响战备。各地方回应，体检作业拜六完成，空防维护空防。记者综合报道。好，即届这 F-16V 战机摔落去海里，飞官新北基呢，到当时犹阁找无人。空军表示讲咧，迄当阵是无收到这救生装备等等的信号，所以无通好判断伊到底敢有顺利跳伞。根据了解，这新北基呢是要回报这战机顶头负责整合资讯的电脑 MMC 是出现故障。专家表示讲，若准伫咧训练，也是讲伫咧暗时咧飞，安尼无这个资讯，恐惊是会有空间未向的问题。失事的飞官新北基目前还阁咧搜救，这战事故也互外界关注战机飞行当中飞行员正瓦靠的关键系统——模组化任务电脑 MMC。军事专家形容 MMC 就亲像是战机的大脑甲神经中枢。F-16上面上百种的这些东西，都必须要靠它来做这个我们来讲说转译也好，还是去显示也好。所以他扮演的角色是这一个。F-16战机有上百种感测器、航电甲武器系统，各种资讯必须要透过 MMC 整合甲显示，飞行员才会当伫咧高速高压的飞行环境内底即时判断操作。尤其伫咧训练、美试等等时间无啥通参考的状况之下，更较需要靠这的资讯，因为空间迷失是飞行员上致命的风险之一。我们坐火车的时候，最容易有这种经验。我就低头去看个东西，突然我看旁边的车在走，其实我以为我的车在走，对，其实是旁边的车在走。为什么？因为我的视觉告诉我说，相对运动出来了。根据官方公布的资料，战机伫暗时7点27分的时，飞行的高度差不多是7600尺。新北基反映伫训练试线器，48秒了后，高度已经降到4000尺。7点28分发出3届跳伞了后，雷达光点消失去。有专家认为，战机自动轰隆的系统伫咧紧急时刻也会当有帮助。我们比较早买 F-16，好提前享受。但问题是，后续的批次它搞不好又有性能更新呐，性能更新、性能提升啊。你旧的好，我们虽然说有经过凤展专案哈去做更新，但是目前已知好像还是没有装。搜救行动继续咧进行，事故原因也阁需要厘清。外界也毋忙赶紧传出好消息。公司新闻朱宏志、吴基昌综合报道。这 F-16战机失事在野呢，是来自于讲这自动轰隆系统无装，批评各方预算安尼变来变去，这项装备煞拢无到位。这么冷的天气，海水的温度这么低，可是我们的飞行员他没有防寒衣，现在才想到，我们的防寒衣还没有到位。我们发生坠机了，我们才想到我们有很多的防撞系统在我们的机型上面有很多也都没有装设。把这些力气放在真正对未来国防力量的建立有效的讨论才是帮助。呼吁在这段期间，还是不分朝野支持我们的国防安全，就从预算跟条例的复委审议开始。好，这前嘉宾是强调讲 F-16失事的这个原因呢，目前是还阁咧调查。伫结果出来之前，各种的设想其实拢是无必要。目前上界重要的就是希望这飞官人会当安全。台北市府是来宣布，这营养午餐会当免费食，即这家人呢嘛对咧响应。就连台中市长罗秀燕伊嘛宣布，115项年度开始，这市内公立的各中小营养午餐拢会当食免钱。原来这八八鸡头呢，目前是敢若剩新北市还未有消息。好尤其是讲，若准备做，安尼就要有46亿的预算，大头实在相当。为着要照顾囡仔的健康，学校的营养午餐真重要。台北市长蒋万安最近发出营养午餐免费的政策，家人市嘛对地响应。加上桃园自2023年就已经免费，800鸡头生活款当中，剩新北市也无啥无水。那到当中的台中市长早起嘛宣布营养午餐免费，随便新北市府记者会顶头，市长侯友宜是回应讲，若准备推动爱投入46亿的预算，未来会阁参新北议会来研究。因为新北市如果营养午餐免费，大概要投下46亿元，也是全国最高的。在全国最高的预算的过程当中，今年的预算过了，
会不会顺利编在明年？我会盘整整个财政状况，做好适时的调整。另外，新北市的旧岭幸福洲宣布自2月23开学日开始实行。教育局长表示，户口内伫新北市也是伫遮读册，2岁至12岁的囡仔，逐礼拜通领一罐免费的牛奶。若是袂当食牛奶，嘛有豆奶甲酸牛奶通选，通伫超商、超市7大通路通领。然后，今年政策自8月31开始嘛，扩大到国中，拢总投入4.29亿，有44万的学生通适用。2款的卡片啊，一个是2到6岁是幸福卡国小是儿童卡那因为以前幼儿园是无卡今嘛是我们特别制作的一个幸福卡我们的小朋友只要凭这幸福卡就可以到我们的7大通路去领牛奶。教育局表示，若像偏远地区较欠超商、超市的通路，会采用专案配送到学校，也是指定的地点。互寒暑假的时，嘛拢有通好照常供应，确保每一个囡仔拢受到照顾。记者卢尚珠、郑准佑新北报道。伫咧婚姻馆内呢，是因为无这本色的焚化炉，所以为着要来落实这本色的减量，西内镇清洁队呢是加强回收甲分类，拢总是分到20队以上，互厂商较愿意来收。去年这收来的回收品呢，拢总是有150万吨，卖着200多万。也若公所也甲这个钱变做是经费，摕来奖励清洁队员。清洁队员脚手尾抓，将塑胶垃圾一个一个捡出来。空杯仔顶悬，阁有10批5色的回收物啊。经过清洁队员详细筛选，就是要确实做好资源回收的分类，唔但会当提升厂商收买的意愿，阁会当达到垃圾减量。之前在外面捡的东西，它就是有些部分的东西没办法捡出来，变成垃圾量会比较多。这个部分就是有一个好处，就是让垃圾减量，回收量会越来越多。今嘛呢，因为有咱的这个设备呢，经过劳建局里委争取到这1300几万呢，来做到咱的这个细分内长优化的这个用输送带来扣的这个资源回收呢，今嘛呢嘛增加到1成至2成啦吼。西内镇公所表示，因为原来无本色焚化炉，为着要让资源回收分类做更较好，达到本色减量，公所透过宽管署经费补助，设置资源回收厂，伫113年底完工正式启用，114年资源回收物累计达到150万吨，比1年增加1-2成，所卖金额200多万，会纳入一定公库。卖出去的这个资源回收的大概200多万，200多万的这个费用呢，拢归入咱的镇库啦吼。归入镇库之后呢，咱公所呢就会编的预算来回馈咱清洁队队员，回馈咱的包括着因的这个清洁奖金。西内清洁队表示，资源回收厂拢会定期排班派员进行分类，总共超过20类以上。不过也是有发现部分民众回收做无彻底，譬如讲将食不完的便当直接等入咧回收桶，呼吁民众爱对源头做好回收，唔但会当减轻清洁人员的负担，嘛会当达到本色减量的目标。公视新闻王伟雄婚姻报道。另外一单来看，这宜兰5家的利德焚化厂呢，今年是编4300万的回馈金要互乡里，也毋过有真侪机关所要求讲应该着爱扩大来回馈，所以这预算是暂时先甲冻起来。在地是来抗议讲，若准无伫咧过年进行解决，安尼着要去到焚化炉做回来围炉。规工若讲是继续无反应。绝对来围炉啦！呛声伫要过年啊，要去焚化炉围炉。宜兰五家乡村长联谊会甲乡民代表会，初八下载带五家乡民到宜兰利德焚化厂，举白布条抗议，诉求若唔分回馈金，无要互本社入厂。回馈金不解冻的话，影响很多，包括老人的营养午餐。社会福利。宜兰利德焚化厂今年编列4300万回馈金，要照顾焚化厂周边无结所有2人区的乡镇。不过，几来议员要求扩大回馈村里，就安尼来查预算。官府要求修正自治条例，送议会审议通过才通拨钱。官府初步的方案针对回馈比例安怎分配，地方也无共识。大声喊口号，五家乡民站出来表达因的不满，要求县府10月进前若无拨回馈金，就要围厂，无要互其他乡镇市的本社入厂处理。也跟各位报告哈，其实我们回馈金哈是按季提拨哈，那
这个第1季的回馈金预计会在4月提拨。这个部分当然在今年我们也是持续的在跟我们当地的村里长以及乡镇公所来进行相关的沟通。官府表示，回馈金是按季提拨，第1季按算4月来提拨。这届自治条例修正是要配合未来焚化炉 ROT 案，官府目前的草案80%回馈焚化炉2镇区的村里，20%回馈2北区村里。官府会持续沟通，赶紧完成修法。公司新闻林敬伦宜兰报道。新竹县新埔西河塘呢，是因为去年12月27日地动这厝体部分有放弃，文化局伫会勘了后是希望会当赶紧来修复。直接脱落，就掉下来。好在那天晚上没有人在这里。看到土骹满满拢是祖厝的厝遐，后代子孙生活来实在真唔甘。新竹县历史建筑新埔西河塘，因为保留客家族群传统建筑，有98年的历史，想要到修复计划还未开始，就去年底规模7个地动，又甲海厝顶崩塌去。我们之前那个文化局还没有维修之前啊，是会漏水的。我们把它这个先这个遮雨棚了，类似遮雨棚了。我们防止它漏水，继续会，如果说一直漏水的话，这里可能就会倒塌。屋檐这个当天晚上那个地震晚上就要垮下来了。地方文书工作者指出，新埔西河塘伫当地是真出名的建筑物，除了是代表传统客家风格建筑以外，内部壁刀顶还有真侪彩绘壁画，希望官府爱赶紧进行修复。很久以前就在屋顶上面搭了铁皮屋，来保护做第一步的保护。可是到现在还没进行修复，所以我希望能够尽快动工，因为不然的话，这个会越损坏越严重，以后修复可能很难了。我们其实已经有启动的一个紧急的一个处置的方式那也非常感谢文资局已经也核定我们的补助有总经费是5000万元，那我们也会后续来包括这个整个招标的机制的部分的话，我们会尽快来启动。文化局指出，为了安全，目前除了先暂时伫电柱附近抽线，提醒民众莫挖井以外，所内外赶紧发动修复计划，让新埔西河塘恢复原地风采。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自去年开始，所有这上市上柜的公司呢，拢爱来写这永续报告书。也毋过民间团体检视呢，所发现这58间的公司全部拢无做到动物福利，所以有政府应该爱重视。鸡含猪拢互人关伫小小的空间内底饲，看起来真无人道。即马有真侪食品拢大量使用动物性的原料，食品产业敢有重视经济动物的福利？台湾动物社会研究会用国际上的食品企业动物福利相关的政策，落去检视58间就青就贵食品公司的永续报告书。调查嘛发现有真侪企业拢黑白写，也是无写。这58家里面没有一家他去制定了具体的动物福利政策，另外一个就是说也是0家，这里面没有去设置一个专责的推动单位。根据金管会的规定，自2005年开始，有真侪上市上柜的公司拢爱写永续报告书。台湾动物社会研究会摕去年这大间食品企业的永续报告书来做检视，发现无一间公司有做到动物福利。金管会表示，会搁去审查这个报告书，若是无完整的部分，会要求修正。未来也会参考其他的相关办法来做调整。中心也有定期审阅的机制，那这个部分审阅的结果，我们金管会这边会督导证交所跟柜买中心再去把相关的上市柜公司永续报告书揭露的一个情况，我们会要求他们再去做一些审阅，然后如果有揭露可能不详实或者是揭露不完整的部分，不需要再补正或者是来更正的部分，我们会请证交所跟柜买中心去做处理。台湾动物社会研究会建议金管会爱参考国际上的规范，甲动物福利列出清楚的指标，引导企业落实，强化企业的永续和提升国际竞争力。记者陈心东、王志光台北报道。来看澳洲一个城市金培呢，最近这几冬来是因为这蜜蜂数量上侪，会有环境的问题，所以市政府赶紧甲中央讨救兵。路边的树林内底看起来好亲像被鸟仔咧飞来飞去，毋过详细观察所发现，这鸟仔好像是倒挂伫树花顶悬，原来飞来飞去的毋是鸟仔，是蜜蜂。
在澳洲昆士兰州，虎虎是受联邦政府的环境保护甲生物多样性保护法保护野生物种。不过，为2010年开始，因进入当地都市禁皮，迄群生团数量达到惊人数字，开始影响居民生活。The bat droppings and their impact on our trees, because when they're hanging off the trees, they actually weaken them and they start collapsing. 居民内文表示，这壁报唔但破坏树啊，造成死亡，也无法度附近啊动物伫门口埕咧佚佗，因为壁报的白色背或者是死亡尸体，拢有传染病风险。加上这壁报常常无分一枚一直叫，拢互居民烦恼会对人体甲厝内底宠物的健康造成影响。虽然居民想要修正树尾，减少壁报生团所在，或者是装灌溉喷水系统来赶走，不过效果无够好。目前，澳洲联邦政府用拨钱超过5万澳元，相当106万台票，予金皮市府协助管理赶走密捕。不过，对是毋是提供帮散回国政策所无回应。动物生态学家建议，将那生态地树瓦食物转移人大所在，无得较会减少对居民的影响。公司新闻陈时东报道。这唱歌是消透心情的好方式，连续8档呢，拢是世界上幸福的一个芬兰在地人是真爱唱歌，因遐这卡拉 OK 的店呢，咧要像台湾的便利店遐尔济。手提麦克，目睭注视伫荧幕顶的歌词，开喙唱出好听的歌。这就是芬兰民众上爱的卡拉 OK。31岁观光业者迪亚，下班上届的活动就是去酒吧唱卡拉 OK。家己唱无够开，招伴做伙才欢喜。I like karaoke because, well, obviously I didn't end up being a famous singer, so I think that's the closest because I didn't end up in a band either. And in my family, we have been singing since I was a little girl, so it's quite familiar. 芬兰的文化上顶除了耶诞老人、芬兰乐甲平常学起，还有卡拉 OK。这项娱乐文化为80年代尾传入欧洲了后，就变做芬兰人热爱的国民消遣。像着同款的少年世代，唔但唱流行金曲，老歌嘛照常唱。In Finland, we have a lot of karaoke songs that are really good, especially the older ones. 芬兰民众爱唱歌，唔是简单为着欢喜，透过演唱传统芬兰歌曲甲国际热门金曲，展现对文化的认同。根据统计，20年前，芬兰有卡拉 OK 设备的酒吧甲餐厅，就有要换2000间，平均每2000外人就有一间卡拉 OK 店，密度简单输目前台湾的便利超商1点啊。芬兰人唔但被动唱卡拉 OK， 佮积极筹办活动甲比赛。2008年，一间俱乐部就连续唱超过216点钟，首创卡拉 OK 马拉松的金氏世界纪录。佮有一对介意三温暖的翁仔某，因为安尼来创办世界知名的卡拉 OK 锦标赛。A Finnish couple in a sauna started thinking about there is this Finnish championship, but is there a world championship? And they immediately Googled it and found that there is none, so they formed it and they had this network of karaoke loving people, so they managed to get 7 countries represented in the first year, and there was double the amount on the second year. 牛津大学科技研究中心的年度报告显示，芬兰已经连续8档被评做全球上幸福的国家。那卡拉 OK 正正是民众消透情绪、维系幸福感的关键秘诀之一。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下晡晡的天气，刷落来甲时间交予 AI 主播唐啊。今仔日因为强烈大陆冷气团加辐射冷却效应，中部以北、东北部甲东部天气较寒冷，其他的所在是早暗较寒，一时啊嘛会感觉天凉。
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相会。